1981年3月23日，台湾以中华台北重新登起国际奥会，台湾选手会重新出现伫国际体坛。我们国家奥会的名称，在今后将称为中华台北奥会。当时国际奥会嘛做出保证，台湾伫奥会地位和其他国家伫奥会拢是平等的，台湾消失的权利嘛全部恢复。 1996年3月23日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摆正副总统的公民直选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李登辉和连战，伫4组候选人当中以54%的得票率当选，变做中华民国第9任的正副总统。总统说，3月23号这一天，2100万同胞为民主做了最佳的见证。我们要永远捍卫民主最条的大道。 公民直选开始台湾的民主之路，嘛起做重要的历史价值。